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新德县德北的胜利二路，有一搭起厝的工地边仔的道路，伫6月、7月拢捌熊熊落雨。官府是要求这个建案爱先全面停工，想袂到伫8月24的时，港路段搁放第3届，严重影响民众的安全，所以即马这搭建案已经互要求爱无限期停工。道路顶悬熊熊出现一个大窟窿，新德县德北市一栋新起的大楼工地。边仔道路24下晡崩塌，这已经是公路段今年的第3摆，带附近的民众大家真烦恼。我们社区的住户每天回到家要经过这个地方，都是非常的心惊胆跳，危险就在旁边。那危险旁边，请问住户住得安心吗？那是影响民众安全的事情，我们甚至要追究是不是有涉及公共安全危险罪的部分了。县长杨文科把赶到现场关心，强调进前就已经要求建商停工，想袂到再过1个月，竟然搁再发生，要求业者得找出解决办法进前，建案无限期停工。一定要停工，但是我们请专家小组来评估一下，这个是停工下来怎么处理？如果说一次可以把它补强，那看怎么来处理。道路塌陷影响安全，那工地也影响到，这个是让大家很难以接受的事情。目前崩塌的道路已经全面禁止通行，所来成立专案小组，邀请专家做伙协助找出原因，严格审查建商的改善计划。记者刘君豪，新潮报道。